Hello，大家好啊！我係車保憑藉啊，歡迎大家收睇我嘅節目啊！最近咧就有粉絲問翻車保啦，有冇啲近關好啊、價錢平、幾廿萬嘅一個退休屋苑推薦呢？咁今期咧車保咧就同大家介紹翻華發君山水呢個樓盤啦。咁依家價錢係非常之筍嘅喎，全新加推嘅一棟單邊位嚟嘅，睇山景啊、別墅景同埋湖景嘅。依家咧車保手頭上有10套嘅特價單位啊，3房咧40萬。4房咧50萬，而且係大精裝嘅，即買即入住啊！咁老規矩啦，講翻缺點，再講翻優點啊！首先咧，第一咧，我哋項目咧係700畝嘅一個大社區嚟嘅，咁咧買翻嚟投資咧就唔啱你啦，因為佢二手嘅流通性比較慢嘅。如果咧買翻嚟度假自住呢度就啱你啦。同埋咧，第二咧，如果中意咧出門就係大嘅購物商場非常之旺嘅多美食街嘅咧嘅屋苑咧，咁呢度就唔啱你啦，因為咧呢個樓盤咧位於三鄉鎮呢度嘅佢咧就唔係市區裏面嘅，出到門咧就冇咁旺，呢度咧就係安靜翻啱退休度假嘅。再講翻優點啦，首先樓盤咧係華發國企大品牌開發嘅，依家係現樓啦，華發開發項目有保障啊。第二點咧就係呢度嘅景觀咧係非常之靚嘅，可以睇到山景湖景別墅景呢度非常之安靜度假自住絕對啱你嘅啦。同埋咧呢度嘅生活上亦都非常便利嘅喎，出到門口自帶2萬方嘅商業體嚟嘅，有我哋超市新鮮蔬菜咖啡店熱煮飯堂飯店粥粉店落樓就可以享受到噶啦，非常之便利嘅，亦都有香港直通巴翻到香港太子旺角，非常之便利咁過到關口咧都係30零分鐘嘅，打車咧先係30-40蚊價錢非常之平嘅。同埋咧呢度嘅生活成本係非常之低嘅，物價平出嚟食餐飯咧真係10零20蚊嘅，如果3-4個人咧100幾200蚊，好多嘢食嘅。咁周邊咧有我哋美食街農莊生態莊園非常多嘢食嘅。翻嚟呢度度假夠晒舒服啦。同埋咧中山三鄉咧非常多港人住喺呢邊嘅，仲有我哋最出名嘅三鄉嘅泉眼溫泉天氣凍嗰陣時同屋企人翻嚟浸下溫泉呢啲咪就係享受咯。第五咧呢個樓盤屬於銷冠樓盤嚟嘅，長年咧霸榜第1名咁多嘅一個香港街坊咧去真金白銀投票呢個樓盤咧所以講咧呢個樓盤有佢嘅優勢嚟嘅。左鄰右舍咧都係香港街坊，包括咧三鄉呢邊都係講廣東話嘅大家同聲同氣交流咧冇任何障礙成個樓盤嘅一個優缺點車保已經講晒啦。有關注翻華發君山水嘅朋友咧，可以咧約車保過嚟實地考察翻嘅。依家只有10套嘅特價單位啦，錯過就真係冇噶啦。咁呢期節目就講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期再見，拜拜。